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俗语咧讲，春天百花丛，春天赏花特别侪人。全台湾适合赏花地点、花的品种嘛拢无同。另外，和花有关系俗谚语嘛有侪项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，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建伟。春天到啊，即马真侪花嘛开始大出啦。啊，毋过你敢想好爱去倒位来看花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花来了解。第一条动咱来看卖，讲到即马时间来到2月份哦，全台湾无共款的所在拢开始开花啊。啊，毋过你想要去倒位来看花咧？第一个大家拢会想到来到台北的树林，即马有举办这有金花这展览，时间是伫啥物时阵？是伫2月13到2月23，而且呢，现场有8个展区，啊，搁有这13万的这有金花伫现场，而且呢，唔但有台湾的这品种，今年嘛引入日本的这品种，啊，搁现场有无共款的这装置艺术，会当提供真侪大朋友、小朋友做伙来翕相，嘛适合真侪厝内底人，啊，搁男女朋友做伙来遮来翕相。另外看卖，啊，搁有这阳明山的这花季哦，时间是伫1月底到3月中。即摆这主题是啥物呢？即摆这主题就是迪士尼这公主，所以真侪无共款的这查某囡仔，拢喜喜来遮来翕相。另外伫现场嘛有无共款的这萨库拉拢开花咯。讲到这萨库拉哦，除了这阳明山以外，伫全台湾无共款的所在嘛有这萨库拉开花咯。北部地区来看，嘛有啥物所在咧？亲像是淡水这天元宫，另外桃园拉拉山嘛有这农场内底萨库拉嘛是开了水当当。另外看卖内湖的部分，嘛有这公园有这萨库拉步道。继续来看卖这中部地区来看卖有这新竹司马库斯的这萨库拉季，啊，搁有这台中有这福寿山有这千樱园，啊，搁有台中嘛有这武林农场有这樱花季。另外嘉义的部分嘛有这阿里山。东部地区有啥物款的所在咧？亲像有这宜兰有这台东的这樱花季，嘛有这台东太麻里的这青山农场。好，讲到这花哦，有啥物甲花有关系？台语俗语继续来看卖。第一个台语俗语呢，来看卖就是这小花连盆，小囝连孙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是介意这类花，连边啊这花盆嘛做伙来介意；你若是介意这囡仔，连伊的囡仔就是你的孙，嘛做伙来疼惜。就是讲爱一个人哦，连伊身躯边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代志、所有的物件，拢会做伙来介意。另外第二个部分来看卖，就是大红花唔知歹，圆仔花歹唔知，意思就是讲人唔知影好歹，唔知影见笑的意思。另外来看卖，就是看花容易受花难，意思就是讲咯，平常时伫边啊看这个花，哇，真简单真水，啊，不过实际上若是甲这花收入去这布内底，这件代志都是真困难的代志咯。继续来看卖，就是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意思就是讲哦，这个人唔是永远拢顺顺利利，都亲像这花唔是每一天拢开了这尔水的意思，就是讲人生有这起起落落，有当时是真顺利，有当时啊嘛拄着挑战。另外一个来部分来看卖，就是卖茶讲茶芳，卖花讲花红。做生意的人哦，咱学落家己的产品偌好拄偌好，就亲像卖茶的人会讲这茶真好，卖花的人会讲这花是开了有够水。啊，不过实际上到底是安怎，都要看消费者家己来观察。后一个部分就是红花卖芳，芳花卖红，意思就是讲咯，平常时这花若是开了水当当，啊，不过无一定会芳讲讲，啊，不过这花若是偏起有够芳，煞无一定会开了这尔水，都是人无两全其美的意思。上尾一个来部分来看卖，就是菊花黄花，意思就是讲这菊啊，平常时开花的时阵，这花是这菊啊色，啊，不过即天若是开了黄花，就代表真欢喜咯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今日提供大家做伙来看花所在，嘛有一寡甲这个花有关系台语俗语，提供大家做伙来参考。这都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